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这个百业达人协会来举办着第一届台湾职工百业精英的选拔，选出着各行业的精英20位，要透过因的故事来传送着正能量。 协会代表真肯定得奖者伫无共领域的杰出表现，为着表扬各行业的精英，百业达人协会特别举办第一届的台湾职工百业精英选拔，选出台湾各行业的项目精英。 能够让这些得奖人不止在台湾发光发热，也能够在国际发光发热。这摆公布12位达人精英得到奖，像自细汉无法度正常行路，所展现出伊的意志力的台语歌手蔡义德，或者是真热心公益，嘛要得到华裔旗袍学馆的台湾新住民杜月清，拢用自身的故事传达出真正向的能量。要有一个信心，认识更多朋友。 你才有更好的未来。这也让我在这个团体里面呢，跟很多不同行业的朋友共同学习跟成长。协会表示，今年为疫情影响到真侪行业，不过依然有真侪精英伫逆境当中继续来打拼。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分享因的经验和精神，透过活动的交流，让各行各业基层优秀的人才会当受到社会的肯定。